台中捷运站发生一个建案吊车吊拐，对31层楼悬落来去撼到捷运的铁基路。本地已经停车的列车未赴反应，人客上车了后，车又搁出发，就去弄掉落来吊拐，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，10人重伤。今仔早起6点已经恢复通车，嘛公布初步的调查结果，指出讲随车员到柜台保全拢有通报。也毋过反应的时间只有短短13秒。会当动车的行控中心是表示讲，因为时间上过短，因未赴处理。捷运公司表示，台中捷运无设高空入侵的侦测系统，会向建商要求至少2亿的赔偿。台中捷运丰乐公园站边仔的幸福发建案，70中昼咧刷除大楼厝尾顶的吊车，所干那是因为外压锁断去，副座的拐影一部分松动，地属吊车吊管是直接落来，撼到台中捷运的轨道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0个人受伤。经过透暝抢救，11透早6点已经恢复全线通车，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唔知影，而且因对安全嘛各有疑虑。只是今天早上才看到开那个通车的，觉得可能搭的人还是会有点怕怕的。台中捷运公布车站甲车顶的监视器画面，会当看到70中昼12点27分，吊车吊拐撼破轨道隔音墙。迄当阵列车停伫咧丰乐公园站，民众照常上落车。外台顶悬的保全看到各样，竟用讲话机仔通知站长，嘛有甲车顶随车的人员下手警告。不过随车的人员无了解伊的意思，车门关起来了后，才知影出状况啊！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、驾控台盖板的钥匙，打开之后，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。台中捷运强调讲，控制中心甲随车的人员前后拢干那13秒的时间，会当想办法甲列车动落来，全部拢有照标准的流程作业。不过时间实在伤逼啊，列车未互动，同款是弄着吊拐，而且台中捷运无司机，全部拢是自动驾驶。虽然车厢头前有装轨道障碍物侦测装置，不过全线并无高空直侵侦测系统。是类似只有轨道障碍物侦测可以触发停车。我们沿线那么长。是没有装设类似入侵侦测系统这一类的东西啦。台中捷运表示，规个事件造成2节电联车的车厢、4条电缆，各轨道相关的物件拢受损伤，商务会甲建商讨赔2亿。接落来会考虑伫车站月台加设一个紧急停车的开关，防止悲剧搁再发生。记者尤敏芳、平焕群、林建生台中报道。